要买土地，就爱真细腻啊！即马全国列管有受到污染的土地，大概是有400地。环境部是提醒民众咧交易土地进前，会当透过土地登记的成本，也是上网去查，来了解这块地敢有受到污染，才袂讲开一条钱来买土地，煞个加了一笔去整理污染的问题。 用较俗的介绍，买到法院拍卖土地甲厂房，民众买到才知影，原本只有废弃物处理场，外口顶一堆受重金属污染的土。经过环保机关检验，土巴已经互人污染。新地主无细地买到，虽然毋是污染的行为人，所以爱开上千万，担起污染整治的责任。 采取用土壤污染离场的方式去进行改善，实际上支付出去的改善费用就可能会达到1000万元的等级，相较于它购地的成本，几乎都是数以倍计以上。土木甲地下水若受到污染，爱依法整治。目前国内污染控制甲整理场址超过400笪，其中污染较严重的整理场址大约100笪。环境部表示，受污染的土木会当透过移除、并土来处理等方法整治，不过要爱开上千万甚至9亿。 那地下水嘛受污染，爱开更较长的时间来处理。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的统计啊，那你一个污染的土壤受整治都是要4到6年，如果你牵扯到地下水，至少要6到8年的时间，牵扯到地下水那更需要更长的时间。环境部表示，要卖土地也是包括土地，一定爱先上网调查，敢是列管的污染场址，或者是地质成本资料，敢有登录污染控制也是整治场址，而且一定爱到现场去看，搁爱咨询专业意见。若无细地买到污染的土地，爱担起整治的责任，实在是头毛来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